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讲这个平民的美食菜头粿，为早顿到暗顿拢是桌顶真有人气的美食。问题是，咱食落肚的菜头粿，除了菜头之外，敢还阁有掺白米啊咧？讲这个市面上的菜头粿，有袂少拢是掺熟食淀粉。虽然是合格食品，但是毕竟是化学的成分，食伤多对人体也是无健康。 前台顶面的菜头粿，真甲白白叫，每一片拢是金色的，酥酥的表皮，互人看甲强会流喙烂。对早顿到暗顿，会当讲拢看到种平民美食，但是你敢捌想过菜头粿内面除了菜头以外，还佫有啥物成分呢？大企业的那个餐厅哈，他们那个港式的萝卜糕哈，他们就那个比较透明，他们都放成粉。 啊，要不然就是说，有的是让人家批发的哈，他们也不是用米的，他们有是直接用那个再来米的粉。老板口中的淀粉是啥物？咱对超市买回来菜头粿，详细看原料成分，里面写是水、再来米，还有玉米淀粉。另外一个嘛是水、再来米、玉米淀粉、番薯粉，后来才是菜头。玉米淀粉、番薯粉就是老板口中的淀粉之一，也就是所讲的熟食淀粉。 为了增加口感，或者延长保存期限，也有缩短制作过程，为业者添加合法的熟食淀粉。市面上毛咧卖再来米粉，专门制作菜头粿等等的食物。用天然的淀粉，然后经过一些化学啊或者物理，还有一些酵素处理方式，然后可以达到它的功能。其实，如果你用天然的淀粉 来做一些珍珠，有时候吃不完放冰箱，第二天就变硬就老化。可是你加了某一些修饰淀粉来做珍珠，放冰箱，第二天再吃还是 QQ 很好吃。所以我讲这是修饰淀粉的好处了。熟食淀粉经常被使用在加工食品，但毕竟含有化学成分，吃多对人体也是无健康。 他还记得说，在2013年那时候，国内发生了一个毒淀粉的事情。我想那是一种违规动作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合法的修饰淀粉有那么多种，业者没有用，反而它添加顺丁烯二酸。不过顺丁烯二酸当然说它不行，虽然说它是低毒性，毕竟它还是有肾脏的毒性，还是不行，那是违法的。可是我相信在国内这样市面上流通的修饰淀粉，只要合法，大家对健康就没有问题。 市面上敢有美味天然的菜头粿，当然有。我马上给你看。入来高温坐伫椅头顶面，头家甲一条一条的菜头咧摕起来下皮，再来甲下好皮菜头，啊串起来做菜头丝。另外一边头家娘嘛真无用，对麻布袋内面，甲再来米开出来，放入去碗仔内面，用水清洗了后，我浸至少4点钟，真高工的精致作业，每一个过程头家拢真坚持。 菜头爱炒过，气味才会香。刷来浸好的再来米加入水，开始慢慢啊磨，磨做米浆，甲菜头淋做伙，拌落搅匀了后，才会当慢慢啊倒入去容器内面，刷来放入去机器内面吹，这一吹就要等3点钟。到时高工成本过悬，才会当做出好食又扎实的菜头粿。 哦，很好吃。要讲起来的话，9个小时了，让这个客户哈吃得到最完美的东西，所以我还是坚持用手工法。还因为我们的东西哈，还是一方面讲起来没有那个防腐剂类的啦，啊，都是纯的，米也是很天然，然后萝卜也是蛮天然的，都不加那个味精。 20多年来坚持古早味的做法，无添加额外的物品，只甲单纯的食材放入去菜头粿内面。头家讲，这单纯的菜头粿色水较饱和，添加修饰淀粉的菜头粿咧，看起来较透明，像高档。虽然两个拢是会使食落巴肚的食品，不过若是想要较健康一点啊，头家也是建议，愈单纯的食材，愈无容易出问题。